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臨參加打開天窗說生死。我係今日嘅主持，欣譽明愛失胎支援中心項目主任陳慧玲姑娘，你哋大家好。咁咧就不經不覺咧，打開天窗說生死咧已經嚟到第6集啦，會喎嚇。咁一如過往啦，我哋都邀請咗好多重量級嘅嘉賓啦。咁今次咧，我哋就會個主題咧係由醫療嘅系統配合措施建議咧，講到殯葬同埋社區服務嘅。咁大家到最後咧，亦都會一齊講下生死觀啦，談生論死一下嘅。咁好啦，事不宜遲，我哋今日咧就介紹一下我哋啲重量級嘅嘉賓先啦嚇。咁第一位咧就係港怡醫院執行總裁曾慶廉醫生啊 Kenneth。不過咧，由於佢因事在身咧，係可能稍後咧先會加入嘅嚇。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嚇。咁另外一位咧，第二位咧就喺度啦。咁我哋介紹一下先嚇，就係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行政總監麥巨賢先生嘅 Louis，你好，歡迎你。大家朋友好。好，咁第三位咧就係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安寧服務總監陳慕玲女士，Molly，你好。係，Hello，大家好。咁咧，我就好多謝大家咧喺百忙中就抽空咧嚟到做我哋嘅嘉賓嘅嚇。咁原本咧就由阿 Kenneth 咧就打頭陣嘅嚇，就係同我哋講下即係醫療系統裏邊有效嘅即係支援失胎人士嘅措施啦嚇。咁但係因為未到啦，咁我哋咧就將個時間咧就交俾阿 Louis 先嚇。咁咧等佢講下介紹華永會同埋佢哋嘅理念啦。同埋靈馨園嘅設計特色，同埋佢哋嘅服務咧，點樣協助父母釋懷嘅？咁而家呢個時間咧，就將嘅時間交俾阿 Louis 啦。好多謝主持，亦都各位朋友打聲招呼。咁好高興啦，能夠利用呢個機會向大家介紹華永會嘅理念同埋我哋嘅服務嘅。咁其實華永會咧，我哋有110年嘅歷史噶啦。咁喺咁多年嚟講，喺一般市民嚟講咧，好多人都知道華永會嘅存在，但係大部分市民咧，佢哋嘅感覺都係話，我哋係提供墳場啦、灰位啊呢啲殯葬嘅服務啦。咁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華永會我哋係有兩個主流嘅服務嘅，亦都係兩個主流嘅理念。一個就係永懷人生，另一個就係善良人生。其實永懷人生就代表我哋喺殯葬方面啦，我哋喺呢個善良人生方面咧，就係我哋咧每年都做好多嘅慈善嘅捐獻嘅。咁其實我哋累計嘅捐款咧喺社會方面已經超過11億噶啦。咁喺呢幾年我哋做咗好多嘅改善同埋改革嘅工程。咁陣間咧就主持方面咧會安排一啲嘅投影片啦，咁可以大家去睇一睇嘅。其實總體嚟講咧，喺我哋嘅服務裏邊咧，我哋希望唔單止提供一個好嘅殯葬服務，一個好嘅環境，我哋希望咧，無論我哋嘅慈善服務，我哋嘅殯葬服務，都能夠係有機地咧，係利用人生呢一個主題咧，將佢作為一個結合嘅。我哋認為人生雖然一定係有一個限期喺裏邊，咁但係如何令到個生命有意思，能夠推動到家庭嘅融合，或者係中國一個優良嘅傳統孝同埋善咧，呢個係我哋覺得係非常之推崇，同埋覺得係一個好重視嘅一個點子嚟嘅。所以就算我哋喺慈善工作方面咧，我哋都特別推崇係一個生命嘅教育啦，家庭嘅教育啦，家庭嘅和諧啦，社會嘅和諧呢幾方面做好多功夫嘅。咁我哋講翻啦，靈馨園方面咧，係我哋特別喺2019年去到2021年咧，分別喺呢個荃灣同埋將軍澳，我哋推出咗有關嘅項目嘅。呢兩個項目咧，其實主要係響應翻社會上有個訴求，因為喺一個醫療體系裏邊，或者喺個法律框架嘅體系裏邊咧，我哋呢啲所有嘅不足24週嘅胎兒咧，喺法律上咧唔能夠作為一個人類遺骸。咁喺我哋所面對嘅困難就係話，因為佢哋唔算係人類遺骸嘅話咧，我哋原則上咧係法例限咗我哋唔能夠將佢哋作為一個落葬，或者當一個無論一個墳穴啦、一個墓穴啦，或者一個灰位咧，將佢做一個安排嘅。咁我亦都知道咧，社會上邊咧好多爹哋媽咪已經面對咗一次嘅打擊。佢哋好傷心，但係可以點樣幫佢做一個適度嘅安置咧？
呢個係一個令人相當頭痛嘅問題。咁其實我哋都參考咗有啲宗教團體嘅一啲嘅做法啦，佢哋咧就係喺墳場以外嘅位置咧，就做咗一啲埋置嘅工作嘅。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啟發。咁但係當然啦，始終嚟講有部分嘅市民佢未必係喺個宗教嘅範疇之內，佢能夠做得到啦，或者享用得到呢啲服務啦。咁華永會就義不容辭，我哋即刻想提供一個免費嘅服務。咁我哋去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我哋首先第一個咧就喺荃灣墳場嗰邊咧，我哋利用一啲好好嘅位置，佢本身唔係一個墳台，本身係一個花槽嘅，我哋就建立咗一個嘅靈興園啊。咁裏邊咧就係用啲好特色嘅遊園設計。我唔知主持方唔方便而家可以將嗰啲PowerPoint 嗰啲可以 show 到出嚟咧？呢個要麻煩主持啦。咁亦都希望觀眾一路聽，咁亦都有一啲視覺上嘅可以睇到嗰個安排啦。咁其實成個概念咧，都係希望能夠令到父母或者佢嘅親友能夠去，唔單止有一個令佢哋感覺好安心去埋置佢哋呢個胚胎嗰個做法，因為我哋唔係喺個墳台裏邊去做嘅話咧，基本上咧就能夠我哋有一個所謂嘅leave 或者係一個叫做可以安排嘅方法咧，將佢哋埋置喺度。而我哋靈興園咧，其實個名咧就出自一個中國古書晉書，靈代表靈興兒，靈興兒就代表咗美好的孩兒，其實就係標示咗父母對呢個失去嘅胎兒仍然有一種嘅紀念同埋一個懷念，希望將佢變成一個正向嘅疏導，或者係一個正向嘅引導嘅。咁喺呢個靈興園方面啦，我哋咧係特別做咗好多兒童遊園嘅設計嘅，一啲可以特色啲、有少少卡通化嘅公仔。而我哋一個紀念牆壁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六角形蜂巢嘅一個我哋叫 plaque wall 或者係叫紀念板牆啦，可以咧係令到父母咧去自己去做一個牌匾位。無論佢為佢安名又好，或者用一個好親切嘅名叫佢個 BB 都好，佢可以攞個紀念牌匾擺喺度。咁佢哋咧，我哋都係為佢哋設計咗有啲好靚嘅紙盒啦。佢哋可以將佢哋嘅胚胎攞咗翻嚟，會適度地擺咗喺個紙盒裏邊，然後再一個好好嘅位置咧，一層一層咁擺落去我哋一個特有嘅位置裏邊，或者係作為撒灰都可以安排得到嘅。咁其實我哋用呢個六角形嘅一個蜂巢一個牌匾位咧，都有個意義嘅，因為蜜蜂係一個好重視家庭嘅一個動物啦。咁變咗嚟講咧，我哋希望將呢個所謂家嘅概念咧，能夠帶到出嚟。咁同埋咧，成個遊園嘅設計或者係成個靈興園嘅設計，就係話任何父母其實都想帶佢哋個小朋友去一個花園度玩嘅。咁但係好可惜，亦都好不幸，佢哋未能夠如願。咁但係我哋希望能夠圓到父母嘅心願，所以嚟講咧，如果能夠將一個所謂埋置嘅地方，用一個特色嘅設計，令到佢哋可以將佢哋嘅小朋友嗰個遺體啦，你可以咁樣講啦，將佢擺咗落去，咁亦都喺嗰度進行思念。而我哋亦都為佢哋設計咗一啲好特色嘅一啲嘅心意卡或者紀念卡，特別由插畫師去設計嘅。咁佢亦都可以將屋企人、父母對佢嘅思念或者係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係一啲嘅盼望啦，能夠將佢寫咗喺度，掛喺我哋啲特色牆上邊。甚至佢哋可以將一啲佢哋嘅玩具啦，又可以擺喺度啦。我哋都設計咗一啲嘅信箱啦，咁可以咧方便啲父母或者佢哋親人咧，將一啲嘅紀念或者佢哋嘅心情咧，將佢寫咗喺度咧，就擺落個信箱裏邊咧，都可以咧令到佢能夠好正面咁樣樣咧，係抒發到佢哋嘅感情。咁我哋呢呢兩個靈興園啦，都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嘅，亦都受到即係社會上各方面嘅好評，同埋我哋完全唔收費嘅。完全不收費嘅。咁變咗嚟講咧，就我哋覺得其實亦都係我哋墳場嘅一個概念，就係話唔單止係做一個埋葬或者係埋置，我哋更加希望有一個背後嘅理念喺裏邊，就係
譬如以靈馨園為例，就係幫到父母去釋懷，幫到家庭去釋懷，亦能夠咧鼓勵一個正面嘅人生觀。有啲不幸嘅事情發生咗，但係唔好放棄，我哋向好嗰邊去諗，亦都將佢個唔開心嘅嘢心情嘅各方面咧轉化成一個正向嘅一個看法或者一個思念啊。咁所以就算我哋其他墳場嘅設施服務都係唔單止係講一個靚嘅環境或者係美好嘅環境去做一個埋葬啦，更加希望咧我哋都盡量咧將一個譬如孝與善嘅文化咧，盡可能係推廣出去嘅。咁呢個就係我哋華永方面咧各方面所做嘅功夫。咁而我哋喺生命教育方面咧，我哋都鼓勵將來喺我哋嘅墳場裏邊咧，香港啲墳場以前就好傳統嘅，純粹一個埋葬或者埋字，冇咩色彩嘅。但係喺呢幾年，我哋同埋我哋嘅團隊好努力咁樣去做嘅話咧，咁而家咧好多墳場裏邊嘅設施咧，已經加入咗好多嘅色彩喺裏邊，亦都希望咧通過唔同嘅設施或者裏邊嘅一啲嘅擺設，希望鼓勵到一個正向嘅文化、正向嘅心理，同埋咧能夠將中華孝善文化能夠盡量去推廣，甚至將來一啲新嘅灰樓咧，我哋都會做到一啲嘅，譬如話多用途室啦。或者大堂裏邊咧係可以做到一啲嘅社區嘅活動嘅，所以墳場唔應該係一個令人心情沉重嘅地方。除咗美觀之外，能夠有綠化之外咧，我哋覺得喺文化方面嘅推廣，喺心情方面嘅平復，令到屋企人或者係各方面咧，能夠建立一個正向嘅思維啦，亦都鼓勵啲人應該係反思喺在生嗰時咧，應該盡量珍惜同屋企人同親友們嘅關係。咁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中華嘅一個好好嘅傳統。咁希望咧，即係大家朋友可以喺呢方面作出一個領略，同埋多啲俾意見俾我哋。唔該。好啦，咁我好多謝阿 Louis 咧，就咁精而簡嘅講述一下呢個華永會嗰個理念啦。咁其實都好有意思嘅，嗬，係咪啊？有一個孝仔同埋善兒嘅，嗬，係咪啊？係冇錯，喺我背景裏邊咧，就有一位就孝仔，一個善兒啦。孝仔咧手裏邊咧就拎住本孝經嘅。中國傳統字唔係好多嘅，但係咧亦都係一個好有代表性。甚至如果你睇佢額頭上邊嗰頂帽係一個長雲嘅形狀，嗰個孝字咧其實咧係一個古篆書嘅孝字嚟嘅。個孝字其實好簡單。其實咧上邊係一個老字嚟嘅，老人家嘅老，下邊呢個子咧就代表一個年青人去承擔起、負託起一個老人家，所以呢個孝字嘅出處。咁另外一邊就係善兒啦，即係我移翻過少少可以睇得到啦。咁希望能夠拎住把扇，寫住善風行運啦。咁即係其實善同埋孝係中國人嘅特有嘅一個華人特有嘅一個優良傳統。呢啲唔好放棄，我哋應該係盡量去推廣。咁所以都係話希望係做到永懷人生同埋善良人生。華永會而家唔再講死亡當然死亡係不可免。咁但係我哋希望講嘅係人生，個最大公因素就係人生。我哋希望去懷念佢，同埋永遠去做一個孝與善呢一個好嘅文化推廣。我覺得好有意思咯嚇，即係過去墳場俾人嘅感覺就真係好似頭先咁講，淨係得死亡啦嚇。咁其實我哋都死亡裏邊其實都帶到我哋嘅好多嘅學習啦嚇。亦都好多珍惜啦，咁我好欣賞華永會喺呢個部分嗰度咧，可以打破一啲嘅框框啦，可以更加將佢即係帶到另一啲更加深層嘅心意俾到大家去認識，即係點樣係孝，點樣係善點樣係有一個良好嘅人倫關係啦，同埋個家庭嘅關係點樣去珍惜啦嚇。我哋都識值中秋節啦，就每逢佳節倍思親。頭先剛剛都同阿 Louis 都講翻啦，係嘛？即係都好難得嘅珍惜屋企人嘅相聚嚇。即係有時唔係等到離別嘅時候先去懷念啦嚇。咁喺在生裏邊，我哋都可以多多嘅懷念嚇。可以有少少嘅補充嘅，因為上先如果大家朋友睇到個屏幕上嘅一相片啦，喺將軍澳裏邊咧，嗰個靈馨園咧，其實係屬於一個叫做人生月台嘅園區嘅。
咁其實裏邊咧包括咗靈興元啦，一般市民可以用啦，甚至捐贈器官啊，作為醫療、教育各方面或者係遺體捐贈去協助一啲病人方面咧，都係人生唔同嘅階段。我哋都希望褒揚呢方面喺遺體捐贈方面嘅功夫嘅，所以人生月台咧係代表人生唔同嘅階段。咁所以嚟講咧，如果大家去到將軍澳個墳場喺好中間嘅位置咧，呢個係一個好有特色嘅園區。咁希望咧大家能夠係細心欣賞啦。嗯，嗱，頭先我諗喺啲相片裏邊都見到個景色非常之優美啦，一啲特別嘅設計嚇，好希望之後有個機會親身去探訪即係睇睇觀摩一下嚇。咁咧就大家都睇到啦，咁啊好多謝阿 Kenneth 啦，佢就即係因事都趕你啦嚇，就不過咧就可能稍後咧，咁我哋將時間交俾另一位講員先。咁首先都多謝阿 Louis 喺前一部分咧打頭炮咧，就講一講佢哋嘅理念同埋有關啲服務嘅一啲特色啦嚇。咁不如我哋而家咧就將個時間咧交俾阿 Molly 先啦嚇。咁咧都講一講有關於咧其實失胎嘅一啲嘅服務啦嚇。有關失胎人士喺社區嘅實務同埋心社靈嘅支援嘅需要嘅。咁而家交個時間咧就俾阿 Molly 嘅。之前你有啲乜嘢原因令到你今日嚟聽呢一個講座咧？可能你自己係有呢個經歷，又或者可能係你自己關注呢一班朋友嘅需要。咁我相信呢個零鐘頭咧，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對呢方面多啲了解嘅。咁今日我嘅講題咧，其實係關於咧喺社區裏面點樣支援呢一班朋友。咁我估大家可能都對於生死議題咧有一啲嘅興趣。咁我就先咧 share screen 咧睇下我哋而家社區上面咧有啲咩支援俾到一啲喪親人士嘅。咁大家望到咧，喺我哋社區裏面咧，其實都有一啲嘅服務咧，係幫緊一啲喪親人士或者晚期病人。咁但係喺失胎嘅服務裏面咧，而家仍然係好需要係加把勁去關注嘅。咁簡單介紹下我哋個服務門先啦。咁聖公會聖約翰安寧服務部咧，其實下年咧係我哋20週年紀念噶啦。咁20週年其實都唔係一個短時間。如果係一個人嘅話咧，已經係一個青年人啦。咁呢個青年人好多希望啦，好多盼望啦，希望可以繼續做多啲嘢啦咁樣。咁我哋過去咧，其實服務對象咧，簡單而言就係由未出世去到百年歸老，都係我哋服務對象。咁好似今日我哋嘅講題啦，關於失胎嘅父母，其實要面對自己嘅孩兒離開咧，一啲都唔簡單啊。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嘅支援服務可以即時係啦，有機動性嘅幫到手咧，我覺得係非常之緊要嘅。咁而我哋嘅服務亦都係全港性啦，唔限種族、宗教背景啦。咁而我哋其實服務對象咧，就由呢一個晚期病人家屬係啦，照顧者啊，去到喪親者啊。咁而我哋要支援呢一班朋友咧，其實都唔單止係直接服務嘅，我哋透過一啲專業同工培訓啦、義工嘅培訓啦，甚至乎公眾教育，其實都係讓到社區對呢一方面多啲關注。最希望我哋嘅服務可以做到3樣嘢嘅，就係生者善生、留者善別、去者善終。我哋好多時話講死咧，好似一個好禁忌嘅課題，但係其實我哋越講死咧，就覺得越知道自己點樣生活。我哋希望我哋生活得好啲咁樣。咁啊，我哋喺有限嘅人生裏面，可唔可以活得更加有姿彩咧？咁呢個係我哋喺安寧服務裏面最希望做到嘅嘢。咁咧，現有咧，我哋有5大範疇嘅服務嘅。咁大家望到呢5個圈圈啦，咁你話，咦？呢5個圈圈係啲乜嘢嚟㗎？咁我就簡單介紹下，亦都同我哋講緊失胎有冇啲咩關係嘅。第一個嘅服務咧係護衛天使，咁啊呢個咧係我哋最長嘅一個服務，就係咧下年20週年㗎啦。咁護衛天使咧其實係一個後事支援同埋哀傷輔導嘅一個服務啦。咁我哋一度做嘅時候咧，其實發現有好多叫做 service gap 啊，
意思就係話，其實喺我哋喪親人士裏面咧，都有唔同嘅對象，有唔同嘅需要。例如失胎嘅人士咧，喺以前咧，可能佢哋個孩兒未夠24週啦，可能未確認為一個遺體嘅時候咧，佢哋就算想做殯葬嘅程序咧，都未必做到。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哋嘅哀傷咧冇得去確認。咁有見及此啦，我哋之後咧就生咗另外一個嘅服務咧，去支援呢班朋友。咁咧就會再仔細介紹下。咁但係咧，亦都有啲情況係因為經濟原因咧，而未能咧好好咁樣去做一啲嘅殯葬安排。咁所以我哋咧前幾年咧就做咗一個叫聖象殯葬基金啦，主要咧係幫助一啲非綜援人士，可能佢經濟上咧都好困難。咁我哋就最多可以全數去支付佢哋一個簡單嘅殯儀費用㗎。咁聽到呢度咧就知道啊，其實無論係實務上啦，或者可能係身體上啦，或者可能係心社靈方面咧，呢一個團隊都會去關顧，甚至乎咧，我哋係會有一啲受訓嘅義工咧，係會做埋呢個治喪陪伴嘅。意思就係話，由可能領遺體啦、攞文件啦，去到真係殮葬啦、上位啦、撒灰啦，全部一條龍都會有人陪伴。有時我哋陪伴唔係話會有啲咩神奇效果，但係好多時咧喺嗰個過程裡面咧都幾孤單。如果有個人可以傾下、講下、商量下嘅時候咧，我哋好相信嗰個過程係會容易過啲。喺安寧服務咧，我哋成日講兩個字就係溫度。溫度嘅意思咧係讓到嗰個人知道事情係發生咗，但係我哋係可以溫柔咁對待自己同他人嘅。咁呢個服務就介紹過啦。另外咧都想介紹埋其他嘅服務咧，等大家都知道我哋個單位做啲乜嘢嘅。綠色嗰個咧就係叫做安寧在家服務。咁啊，其實以下嗰3個咧都係賽馬會資助我哋嘅 project 嚟嘅。安寧頌咧主要係做一啲長者服務嘅。咁啊，我哋有2個團隊啦，一個咧叫做安寧在家，咁就喺新界西，即係屯門、元朗、天水圍區咧做一啲居家照顧嘅支援。咁就係一啲長者喺屋企住，而佢係個生命預示期6至12個月。咁而安寧在院舍咧，今年我哋啱開始咧，就係喺九龍西，即係荃葵青區16間院舍啦，就去支援一啲住院嘅一啲老人家，佢可能都係一啲晚期病人。而我哋都有啲叫 early engagement，即係話讓到一啲院友，佢可能未去到晚期嘅，但係佢可以早啲認識啊，點樣預設一啲自己嘅醫療指示啊，甚至乎可以有一啲照顧計劃做到嘅時候咧，就會好啲嘅樣。咁講到呢度，好似都係老人家為主喎。我哋咧另外一個服務就係做細路仔嘅，就係友情同路。咁最開始嘅時候咧，做一啲兒童舒緩治療嘅服務嘅。去到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就改咗個名咧，係一個叫做醫療複雜情況嘅。咁可能在座都對生死有關注啦。譬如小朋友如果佢患病，一個屋企咧都係會覺得好困難去照顧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服務咧就係一個社區照顧服務啦，希望可以支援到一啲患有罕有病啦。一啲嚴重疾病，例如癌症啦，又或者可能佢細個嘅時候有啲疾病，令到佢而家有一啲併發症，可能會步向死亡嘅。咁呢個團隊入邊有護士，亦都有社工咧，其他嘅同工一齊去支援。咁當然啦，我哋係一個說生道死工作，係啦，喺坊間咧都不停咁樣去做，希望多啲人關注呢個課題啦。好，呢個簡單嘅介紹之後咧，我就想去翻我哋嘅正題，就係咁。對於失胎嘅父母，我哋曾經做過啲咩嘅支援咧？咁我哋一度服務嘅時候咧，會見到其實失胎咧喺坊間之前咧都未有好多人關注嘅，直至到我哋知道其實如果我哋可以有一個正式嘅肯定啊，呢個屋企經歷緊啊有一個小朋友過身，咁可以做一啲儀式，甚至乎可以有一啲相應嘅輔導咧，對於呢一啲嘅朋友嚟講係會有多啲嘅幫助嘅。咁所以咧喺2020年咧，我哋就開展咗一個服務叫做永續愛 Wings of Love。咁好多謝華茂嗰邊咧有一個嘅資助啦，我哋為期咗大概係20零個月嘅服務。咁當中係包括咗服務嘅時間啦，亦都有一啲研究嘅成果，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但係你見到，咦，2022年已經完咗喎，咁點算啊？其實我哋嘅倡議工作咧一直都未停止過嘅。咁當然啦，而家坊間亦都有其他嘅團體係做緊相應嘅一啲失胎父母支援服務。咁我哋都繼續都期盼住將來我哋都會繼續可以做呢一個服務嘅。咁當時我哋嗰個諗法就係失胎咧其實係有好多嘅需要啦。咁呢度我寫漏咗，其實咧身體嘅需要都好重要嘅。好多時一個媽媽佢懷胎可能幾多個時間都好啦。喺佢如果
有一個流產嘅情況嘅時候咧，身體嘅變化啦，甚至乎可能引產之後佢嗰個身體狀況咧，其實都唔容易去度過。咁所以咧身體啦，或者佢自己個心情嘅變化啦，其實都需要關注。而社交方面咧，我哋覺得係好重要嘅，即係好老實講，譬如啊，我哋平時喺朋友間咧，好少會講起話啊，我自己有一個失胎經歷。甚至乎你睇 Facebook 啊、IG 啊，好少人會自己啊，通常都係 share 下你食飯嘅相啊，share 下你其他嗰啲開心嘅事情，好少人去 share 一啲咧咁內在難以啟齒嘅一個狀況。但係咧，當我哋去到一啲叫同路人小組啦，可以互相去分享翻啊，你嚟得我哋嘅小組，大家都有相似嘅經歷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唔需要講啲乜嘢啦。大家都可以咧，好即時去俾大家呢一啲嘅分享啦、參考啦、支持同安慰。咁就我哋都會介紹少少或者講下啲經驗。咁而頭先講過啦，以前咧都未有咁多嘅確認，對於流產嘅朋友咧，佢哋嗰個需要嘅關注。咁一陣都會講少少我哋之前做嗰個嘅研究咧，啲結果將來可唔可以做咗少少嘢喺個制度上有少少嘅改變？咁啊呢啲係少少我哋嘅叫做服務嘅受惠者啦，係啦，咁啊人數唔係好多，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攞緊一個活動嘅費用啦，係啦，支援嘅費用，咁我哋都有時限性，咁所以咧嗰陣時服務嘅時候咧，有個案嘅支援啦，後事嘅支援啦，亦都有同路人小組啦，亦都有搞過一連串嘅講座啦，咁都希望就係多啲人去關注。咁頭先講到話啊，咁同路人小組其實係做啲乜嘢㗎？咁頭先講話社區裏面咧，其實可能佢經歷完失胎啊，佢嘅寶寶已經變咗天使寶寶啦，咁樣翻到去嘅社區嘅時候咧，其實都冇人同佢可以好仔細咁傾。咁但係同路人小組就做到呢一樣嘢啦。咁啊，俾咗幾個例子大家睇下啦。喺最左邊咧嗰張相咧就叫做給天使寶寶的信。有一次咧，我哋嘅同事咧就同咗一班天使爸媽啦，就去咗坪洲嗰度咧，就一個活動。一個 whole day 嘅活動，咁啊見到佢哋坐咗喺個岸邊啦，有一啲時間係靜默嘅時間啦，然後咧佢哋會有一個信字咧，就可以寫信俾一啲人嘅，咁佢可以選擇寫俾佢嘅天使寶寶啦，可以寫俾自己啦，又或者去寫俾一啲佢自己心裏面好關心，但係平時冇機會去用言語講出嚟嘅人。咁嗰日咧，同事都講翻俾我聽咧，個過程好感動。有時我哋有啲難以啟齒嘅嘢咧，用書信嘅形式咧，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就係我哋講咧，好多時都唔知點組織嘅，但係喺寫嘅過程咧，佢一定要有組織地去寫出嚟。咁因為我哋都會想自己睇得明噶嘛，咁所以咧，當我寫嘅時候咧，基本上係幫自己嘅思緒咧重整一次。咁而佢哋可以咧再睇一次自己寫嘅信嘅時候，縱使佢會唔會記出都好啦，佢好清楚確認自己嘅感受。自己嘅諗法，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嘅即係想對對方講嘅嘢咧，都可以表達出嚟。可能想多謝對方啦，可能一啲原諒啊，或者對唔住啊，係啦，或者一啲説再見嘅説話都可以喺封信度講出嚟。咁我哋覺得呢個方法好有效，我哋之後如果有需要嘅時候都會沿用。咁另外呢一個我哋參加者都有同我哋分享嘅藝術嘅療愈空間咧，對佢哋嚟講好有幫助。好老實講啦，好多時咧，我哋要去形容自己嘅情緒咧，真係唔容易嘅。可能話啊，都係咁啦，可能就係開心或者唔開心兩個。咁但係好老實講，其實情緒唔係單面嘅，即係有時我哋可以有愧疚，但係又釋懷，又可以覺得有自責，但係我又覺得感恩。感受其實係可以好複雜嘅。咁而藝術咧，正正可以做到呢樣嘢，就係佢好多變嘅。可能我哋用嘅素材，例如一啲實體嘅素材，譬如可能係一啲紙啊、顏色啊、石頭啊、唔同嘅材料啦，又或者一啲咧係多變性高啲，譬如顏料啦、泥嗰啲叫做陶泥啦、泥膠啦，佢哋用唔同嘅方式咧，其實都會讓佢哋感受到其實生命喺度流動緊，情緒都流動緊，而亦都我哋可以用雙手去承載。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藝術亦都係一種好嘅方式啦。而另外一個咧，我哋覺得都幾重視嘅就係佢喺個經歷同埋個身體之間嘅聯繫。咁我哋曾經都做過一個叫做靜觀同埋伸展嘅工作坊啦。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係關顧緊，其實當佢面對一個失去嘅時候，身體其實一定會有一啲嘅情況出現緊嘅。可能係一啲感受喺身體某個地方出現啦，例如啊，大家唔知有冇試過，當你壓力好大嘅時候，身體邊個地方會有感覺強烈啲咧？
可能係膊頭好沉重啦，又或者你嬲嘅時候咧，覺得個心口好似火燒咁樣嘅，或者你一緊張嘅時候，個位咧會揦住。身體係一個最誠實嘅地方去呈現我哋嘅感受，但我哋平時好少專登去睇。咁當我哋去透過一啲輕柔嘅伸展，慢慢咁樣去觀察嘅時候咧，係會令到我哋有多種動力去照顧自己。咁啊，我哋喺個同路人小組咧，發現有一個幾叫做冇諗過嘅一個情況啦，就係原來咧呢一啲小組咧係會幫咗一啲即係天使爸媽，尤其是爸爸喎。大家都知道啦，喺社福界咧，其實如果去參與一啲活動咧，真係多數咧都係女士嘅。咁但係咧，喺一啲失胎嘅情況之下咧，好多時都係父母一齊嚟參加。咁可能先生都想支持太太，所以嚟到我哋嘅小組啦。咁但係你望到譬如其中一個參加者就話啦，感謝可以讓太太嘅情緒得以抒發，亦都幫助佢咧了解我嘅諗法。原來佢有時要有第三者在場咧，先生有啲説話先可以講到出嚟。我哋都試過有一個情況咧，就係佢兩個先生同場，即係兩個 couple 嚟到啦。兩個先生望一望對方，然後咧佢兩個就覺得係咯，我哋都有相似嘅經歷。咁即時咧已經有啲嘢都唔使講，都已經係互相支持㗎。咁我甚至乎再見到有一個嘅留言咧，係講過話其實有時佢個太太嚟到參與個活動啦。其他嘅太太分享話我個先生咧，其實都唔係好明我個情緒嘅，但係我見到佢有時做一啲嘢我會 get 到佢其實係支持緊我，都會讓其他太太可能咦係喎，其實我先生都有做類似嘅嘢喎，佢其實係咪都喺度支持緊我咧？好似一種嘅反射咁樣，就係知道其實我而家身處緊嘅位置，其實身邊嘅人係點樣 support 緊自己。咁所以我哋覺得同路人小組咧喺喪親啦，尤其是即係天使爸媽呢一方面嘅服務咧，我覺得係喺社區係非常之重要，我哋都好希望繼續可以進行。咁而另外啦，公眾教育都好重要嘅。點樣可以消除大家覺得係一個 taboo 禁忌唔可以講呢啲説話嘅？我哋就搞咗好多嘅公眾教育。咁甚至乎之前我哋有同事咧都做過一本嘅繪本啦，叫做《我永遠是你們的孩子》。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形式咧，讓到公眾知道其實呢樣嘢唔應該係禁忌，反而我哋係應該開放咁樣去討論嘅時候咧，讓到有呢啲經歷嘅人咧，可以將自己嘅心路歷程可以 voice out 到出嚟。咁講到呢一度啦，其實頭先講話都想講少少我哋之前嘅叫做 stat 啦，即係叫做分享我哋以前嘅一啲報告啦。咁想喺呢度咧簡單講一講嘅。咁喺我哋之前咧服務之餘咧，我哋都做咗一啲統計嘅。咁我嗰個統計咧，其實就係講緊喺現有香港關於失胎支援嘅措施足唔足夠咧咁樣。咁我哋就排行咗一啲嘅部分啦。我想同大家口頭匯報一下。其中一個咧就話覺得現時政府最急切需要推行嘅係啲乜嘢咧？超過咧近30%嘅人咧都會覺得咧，其實如果喺孕產嘅時候，丈夫有權利陪伴佢咧，覺得係好重要。咁而另外啦，有一啲相關嘅生殖教育俾到前線嘅醫護人員咧，其實係都好重要，因為可能佢哋未必識點樣去同家屬去交代事情啊，點樣可以關顧到佢哋身心社靈嘅需要，佢哋覺得好重要嘅。咁而另外咧，其實喺醫管局啦，或者可能佢去醫院嘅時候，有冇一啲措施可以舒緩翻天使爸媽佢哋嘅傷痛咧？最多嘅人揀咧，其實就係話可唔可以有人去陪佢啦，同埋咧提供到一啲嬰兒相關嘅紀念品，即係我哋係確認過呢個 BB 咧真係出世過嘅咁樣，亦都有一個空間俾佢哋哀悼，呢幾個係佢哋覺得好需要嘅。咁而喺政策方面咧，我覺得佢哋都有一個好好嘅提議，就係喺如果一個孕婦啦，佢生產完之後咧，佢會有產假。咁但係對於一啲失胎嘅父母咧，其實媽媽係冇呢一個產假。咁所以有冇一機會可以喺啲僱傭條例入邊修訂翻？其實係只要係可能曾經懷孕，然後無論佢個情況係點樣都好咧，佢都有一定程度嘅一個嘅產假或者喪假。咁嚟去令到佢好啲去過渡咧，呢個我估真係好治本地係啦，去幫到一啲尤其是在職嘅媽媽咁樣。咁
而我哋其中一個嘅最後嘅問題咧，就問翻其實佢有冇一啲嘅措施可以幫助呢啲嘅天使爸媽舒緩嘅哀傷咧？咁亦都有咧超過30%嘅人咧覺得有一啲適當嘅跟進或者輔導俾到天使爸媽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講到呢度啦，其實咁之後我哋要點樣做咧？頭先講到話2022係我哋呢個計劃咧已經完結咗嘅時間，坊間都有其他嘅服務，譬如明愛都係做緊一啲失胎支援服務啦。咁但係我哋其實有一啲展望嘅，我哋都會繼續做落去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希望一啲服務咧可以恆常化。喺香港咧，頭先講到啦，我哋聖公會現有5大嘅服務啦。其實20年嚟咧，我哋全部都係冇政府資助嘅。一直都係有好多嘅善長啦，其實包括華永會都係我哋其中一個支持者嚟嘅。咁我哋不停揾唔同嘅支持者去繼續我哋嘅服務啦。但係諗下，其實好似頭先咁講，我哋想做落去，但係當個分定完咗嘅時候咧，我哋有時想做都做唔到。咁如果我哋能夠揾到一啲方法去讓服務持續嘅話咧，咁其實會鞏固到我哋嘅服務嗰個發展。咁亦都唔會話可能時段完咗之後咧，有一啲有需要嘅人得唔到支持。咁而再者嘅話咧，我哋都想象，如果可以喺一啲地區度咧設立一啲叫做喪親支援嘅地區專隊咧，其實係會做到一個服務嘅機動性。假個譬如咧，我哋喺紅磡區嘅個服務，咁如果喺紅磡區嘅時候咧，要去天水圍見一個個案，可能咧都要用一啲時間，一日可能來回已經完咗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做到啲地區專隊，可能係有一啲嘅社工啦，甚至乎受訓嘅義工啦，或者過來人嘅一啲 support 啦，其實係會促進到咧嗰個機動性，即刻可以幫到手之餘咧，其實鄰舍嗰個嘅支援咧係更加可以彰顯得到嘅。咁而最後一個想提出咧，就係講話可唔可以有一啲服務嘅模式，即係我哋成日話有 service model 香港都而家不停都揾緊呢一方面嘅資料，可以整合咗之後咧，揾到我哋獨有喺香港呢個社區做嘅一啲失胎支援嘅服務模式啦。又或者有一啲咧有效嘅介入手法，例如我哋都聽過咧，有一啲嘅失胎嘅父母咧，佢唔知點樣整理自己之前買落嘅一啲 BB 用品，可能全新。咁佢每次望到嘅時候都會帶嚟一啲哀傷。咁但係如果譬如一個遺物整理與轉化嘅服務，可以讓佢去執拾嘅時候去揀選一啲物品留低，甚至乎做轉化留低去做一啲紀念嘅話咧，都好有效幫助佢哋咧去確認呢一個 BB 曾經嚟過，帶嚟家庭嘅祝福，甚至乎可以帶住佢嘅愛咧繼續走落去。咁我哋都好希望喺之後日子可以發展呢類嘅服務嘅。咁講咗咁耐啦，最後一章啦，差唔多係咁聖公會咧，其實一直都做好多叫做生死教育啦。咁我想喺呢度咧提，即係叫做同大家分享我哋嘅生死藍圖啊。藍色嘅藍啦，咁但係咧你見到唔同嘅藍色都有嘅喎。咁我哋用4個 good 去包含嘅。咁4個 good 咧就係 good living、good death、good planning 同埋 goodbye。咁頭2個大家都好明白啦，其實都係一啲生死概念嘅。其實我哋可能未遇過一啲生死嘅議題嘅時候咧，都冇諗過或者冇講過。但係如果我哋從來都冇諗過同講過嘅時候咧，當有事發生嘅時候，我哋好難即時去應對。咁所以我哋會喺頭2個啦 ，good living 同埋 good death 咧，做多一啲關於生死嘅討論，或者一啲嘅即係體驗活動，讓到佢哋未遇到嘅時候咧，都可以早啲去思考。而 good planning 就係如果可以早啲做計劃嘅話咧，其實係會幫助大啲嘅。咁而 goodbye 就係喺喪親個支援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但係咧如果大家將來有興趣想知多啲關於生死議題嘅嘢咧，歡迎大家咧去 like 我哋呢幾個 Facebook 嘅 page 嘅。咁最左邊就係互惠天使啦，即係講緊一啲喪親後事支援啦。第2個、第3個、第4個咧就係一啲服務上面嘅嘢嘅。而最右嗰個咧就係關於我哋說生道死一個綜合嘅生死資訊網，包括今日我哋呢一個 Facebook 嘅live 咧，我哋都 repost 咗去嗰度嘅。咁如果大家有時好想睇下香港近排有啲咩生死教育嘅資訊咧，你可以睇最右邊嗰個 page 嘅。咁我留低我嘅 email 啦，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或者有啲咩嘅查詢咧，隨時都可以聯絡我嘅。係啦，今日我嘅分享去到呢一度先。好啊，好多謝 Molly 啊，頭先都講得好詳細啦。咁好廣闊啊，唔單止淨係講失胎嘅服務啦，咁其實生死嘅服務咧都唔係淨係得失胎嘅，其實都好廣泛嘅嚇。咁咧都好多謝 Molly 咧一個咁全面、咁深嘅角度咧去同我哋分享呢個課題喎。咁咧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咧，首先再歡迎下我哋第一位嘉賓先啦嚇。咁重新再介紹一下佢先，佢就係港怡醫院執行總裁曾慶廉醫生啊 Kenneth 啊，你好嚇，好多謝你百忙之中抽空啊，知道你係
即係公事繁忙嚇，都抽時間嚟到嚇。咁就事不宜遲啦，我哋將個時間交翻俾你去分享呢個課題啦，因為呢個課題都係幾新鮮同埋幾重要嘅一個課題嚟嘅。因為過去咧，我哋講好多失胎嘅服務啦，其實咧成個流程落噶嘛，係嘛？由即係當懷孕佢哋經歷失胎，咁好多時咧接觸就係醫生啦、醫院啦、醫療體系啦，咁跟住落嚟就可能有一啲嘅殯葬服務啦。咁頭先Louis 講得就好好啦，講咗華永會好好嘅一啲嘅理念嘅服務，亦都喺地區方面咧，其實阿 Molly 咧亦都講得好仔細啦嚇。咁喺即係呢個醫療嗰個系統裏邊，究竟點樣有效可以有啲配套嘅措施可以幫到啲失胎嘅人士嘅咧？咁我就將個時間咧就交俾阿 Kenneth，你有20分鐘嘅時間嘅，可以盡量使用。好多謝你 Elaine，唔好意思啊，Louis 同 Molly 正話我遲咗嚟，所以叫你哋講先啊。你唔好客氣。今日我諗咧，我會同大家分享咧3部分嘅資訊嘅。第一部分咧，我諗醫學少少，因為咧我希望借呢個機會咧，俾一般嘅市民或者真係咁不幸要經歷失胎嘅家庭咧，了解一樣嘢，就係究竟失胎嘅原因係咩嘢？令到大家唔好有咁多嘅自責，因為好多時你知中國人好多嘅諗法，或者好似好得意㗎，會唔會喺張床度揸把鉸剪就令到個 BB 有問題啊？嗰啲咁，呢啲即係令到即係多翻啲科學性嘅資訊俾大家。第二部分咧就係少少嘅歷史，究竟醫院真係始終失胎嘅時候，第一樣發生嘅地方就係醫院。究竟喺醫院裏面有啲咩嘢可以支援到病人？而究竟當年個發展嘅歷史係點嘅咧？點解會有今天多咗咁多服務、咁多嘅專注喺呢件事上面咧？咁第三方面咧就係喺醫院裏面而家一啲嘅服務，咁我zoom in 去講天主教教區喺醫院裏面一啲嘅特別嘅服務。咁所以3部分，或者先講第一部分先啦。第一部分就係關於失胎呢一樣嘢。咁其實啱啱最近2022年咧，呢一個香港中文大學咧，佢哋做咗一個研究嘅，就係話究竟喺睇翻對上嗰20年，即係由1980幾年一路去到2022年，究竟嗰個失胎率究竟香港係多定少咧？同埋失胎嘅原因係咩嘢咧？咁呢一個咧其實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婦產科佢哋會做呢樣嘢咧？一方面佢哋希望防止呢樣嘢發生，即係所有病啊，所有唔同嘅呢啲咁嘅咁不幸嘅事情，我哋都唔做醫生，我哋梗係唔希望佢發生。咁但係原來發覺咧，大部分咧其實都係揾唔到原因，而揾唔到原因嘅研究裏面咧，就係話會唔會有啲係本身先天性個 BB 係有啲問題嘅咧？又或者個胎兒本身係即係中國人講叫陀得唔穩，咁所以根本個胎兒本身都出咗問題㗎啦。而點解會陀得唔穩咧？咁其實根據科學嘅驗證咧，大部分陀得唔穩嘅胎兒咧，基本上佢嘅存活，就算佢生到出嚟之後個存活或者佢嘅身體狀況咧，都係會好大問題。咁即係話，如果我哋用一個宗教呢個睇法去睇嘅話咧，其實失胎咧根本係個上天對個胎兒嘅一個祝福，就係話你唔好要個胎兒去辛苦，或者唔需要個家庭去經歷嘅更加辛苦嘅一段過程，去點照顧一個可能會好困難去照顧嘅 BB 都唔定。咁所以呢個如果用一個宗教角度去睇嘅話咧，其實失胎可能係一個最短暫嘅痛楚。但係就係將呢個胎兒盡快帶翻佢去天家度嘅一個即係一個諗法。咁但係當然另外一樣嘢就係，既然係一個科學嘅驗證，咁我哋梗係希望揾啲原因出嚟㗎啦。咁但係如果真係的確咧，發覺咧，原來主要都係同媽媽或者爸爸嘅genes 有冇關係咧？啲人好擔心就哎呀，係咪我累咗個 BB 咧？咁又發覺完全都冇乜直接關係嘅呢一方面，反而係我哋講嘅一啲叫做突變性嘅基因咧，係有多啲關係嘅，即係話嗰個同爸爸媽媽冇直接影響啊。突變性基因你另外一個大家可以當係一個比較嘅話咧，就好似一個人唔好彩生 cancer 咁，純粹唔好彩嘅喎，佢可能冇家族歷史冇嗰啲基因嘅，純粹唔好彩。咁所以其實有啲 BB 佢哋喺個懷孕期間做一個胎兒嘅狀態底下，其實都可能有啲基因嘅變化，而因為咁令到佢出現咗咁樣嘅陀得唔穩嘅狀況。
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其中一個個研究發現出嚟嘅一樣嘢。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諗亦都造成咗咧喺香港對於膝胎以往嚟講嗰個專注度比較低嘅地方，就係香港咧其實喺全世界嚟講咧，膝胎個數字咧都真係算偏低嘅。俾個數字大家，如果用全世界嘅數據嚟睇嘅話咧，全世界嘅數據咧，每1000個 BB 出世咧，就大概有18個膝胎，嗱，一啲都唔少嘅嗰個數字。即係千祈唔好諗住話啊，今日科技先進，應該冇乜地方會膝胎啦，一定係非洲啊咩成嗰啲國家先有。其實唔係嘅，個數字一啲都唔低啊，發達國家亦都唔少，1000個有18個，咁即係你可以想象，即係每100個你識得嘅人裏面都有1至2個嘅家庭有呢件事發生。咁我相信大家識100個家庭嘅機會都唔細啦，係咪？咁即係話總有一個係做緊，咁即係亦都係咁講，總有一個喺你身邊，我哋希望幫得到佢哋嘅人。咁呢一個就係即係全世界嚟講嘅數字。咁但係香港比較幸運嘅，香港可能整體上大家嘅無論係飲食啊、生活環境啊、健康都比較好啲，咁發生嘅機會亦都細啲。喺香港嚟講咧，每1000個胎兒咧，大概有3.3個。每1000個有3.3個有機會有膝胎嘅狀況出現，咁所以呢個就係數字上俾大家知道，亦都即係你當少少嘅知識，究竟膝胎係咩原因？千祈唔好用一啲好傳統嘅諗法，就係話，哎呀個媽媽會唔會食咗啲乜嘢啊？做咗啲咩嘢啊？着咗高踭鞋啊？嚟揸咗鉸剪啊？擒高咗啊？揼釘啊？呢啲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懷疑，亦都好多咁嘅自責。咁啊，希望啲爸爸媽媽千祈唔好有呢啲咁嘅諗法。好啦，咁進入第二個部分，講少少關於歷史。其實咧對於膝胎嘅照顧咧，即係只可以講句好可惜嘅，就係咧去到講緊係2018年、17、18年，先至正式咧開始有比較完整啲嘅膝胎嘅照顧。因為你哋可以想象，大部分嘅BB 出世都喺公立醫院出世。喺2017年以前咧，其實喺立法會或者喺好多唔同嘅場合咧，都有唔同嘅人為呢啲膝胎嘅家庭提出嘅問題，就係話，哇，原來喺醫學上咧，喺2017年以前咧，所有24週之前流產嘅咧，都係屬於膝胎。咁而呢啲膝胎咧，因為佢係一個即係喺當年嘅醫管局叫做一個死胎咧，就唔會有一張死亡證。點解要有呢張死亡證咧？咁即係好殘忍嘅一件事。哎呀，都已經唔見咗 BB 啦，你唔俾張死亡證都唔俾我。因為死亡證有呢張死亡證咧，家人就可以攞住張死亡證咧，就攞個遺體啦。第一件事，攞到遺體之後，亦都可以做之後所有嘅殯葬嘅服務，例如火化或者土葬呢啲咁樣。但係因為一個膝胎咧，喺2017年之前咧，所有嘅膝胎咧都係當作一個醫療廢物，所以咧，爸爸媽媽係冇辦法攞翻呢個膝胎去令到佢可以做任何之後嘅安葬或者火化嘅服務。咁其實大家就可以諗啦，哇，咁好傷心嘅喎，爸爸媽媽即係見到嗰個明明係24週都陀咗一段時間，而如果陀得正正常常，我24週真係見晒肚嘅咯喎，咁真係好傷心。咁所以嗰陣時由16、17、18嗰幾年咧，就有好多人為呢啲嘅家庭發出聲。咁而亦都去到真係嗰陣時係去到立法會問，就係話，喂，咁究竟醫管局你哋嗰幾年裏面究竟有幾多呢啲數字咧？究竟你哋有幾多嘅呢啲24週流產嘅數字，令到大家究竟冇照顧到咧？亦都好嚇人哋咧，其實係唔低個數字。咁喺2016、17年係幾多個咧？2016年全香港喺公立醫院裏面有8個，呢個就係公立醫院嘅數字。2017年咧仲多13個。咁之前嗰啲數據我唔講咁遠啦。咁跟住去到呢個叫做去到2015年以前總數，佢哋淨係得一個總數啫，竟然咧係有120幾個。咁即係有數據以嚟咧，都已經喺我哋身邊裏面有百幾個家庭咧受到呢個咁樣嘅煎熬，就係話已經要經歷膝胎一樣咁痛苦嘅事，但係竟然係冇一個方法令到佢哋去可以安然去度過呢個咁沉重嘅負擔，一個咁大嘅痛楚，點樣可以去解脫咧呢件事咁變咗嗰陣時咧，就經咗咁多人嘅討論之後咧，就發覺咦，其實好啦，係嘅，的確出唔到一張死亡證俾佢嘅，到今天都冇嘅，亦都的確咧
冇辦法可以正正式式喺一啲墳場裏面根據安葬嘅條例，例如嗰啲殯葬條例去安葬一個嘅呢個膝胎。咁但係當時經過一大輪嘅討論之後咧，呢一個食環署方面咧就批准咗一樣嘢啦，就係當年呢一個審批咗天主教香港教育區修訂咗佢哋自己即係天主教育區裏面墳場管理同埋管轄範圍嘅申請。咁因為咁樣咧，就容許咗咧天主教教區喺指定嘅墳場啦，如果唔係全部墳場啊，指定嘅墳場裏面咧，啲墳墓墓地裏以外嘅用地或都唔係墳墓嘅用地喎，規劃一啲位置咧可以擺呢啲膝胎嘅。咁當然要配合嘅就係醫院要批准家庭去攞翻呢啲嘅膝胎啦。咁所以當時咧就做咗一樣嘢咧，醫管局咧終於同所有家庭啊或者啲推動呢件事發生嘅人士討論之後咧，就將加入咗一個叫做服務啦，就係只要個家庭簽一張同意書嘅話咧，佢哋就可以將呢啲叫做醫學嘅生物組織咧，就加翻俾個病人嘅家屬。就因為本來呢啲嘅膝胎咧就會當係一啲嘅醫療廢物就去處理噶啦，咁個病理部咧就會將呢一個膝胎咧留起，交翻俾個家人，跟住喺適當嘅情況之下咧，俾佢攞咗去之後咧，領回之後咧就去妥善處理。咁嗱，大家要明白啊，係咪醫管局咁殘忍㗎？點解對個膝胎要咁樣煎熬啲家庭咧？其實或者你咁講，社會不斷咁進步。以前對膝胎嗰個考慮點解要咁小心咧？其實始終點解醫療廢物要有另一個處理方法咧？就係醫療廢物裡面可能會有病菌啦，可能會有其他會令人反感嘅地方。咁所以咧喺當年咧未有呢一個咁完善嘅討論之前咧，其實膝胎其實如果處理得唔好咧，的確有一啲嘅唔同嘅傳染嘅病嘅風險嘅。咁所以而家大家了解之下，亦都多啲大家嘅互相嘅照顧底下，就發覺咦，如果妥善處理得好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幫得到呢啲家庭。咁所以而家嚟講，醫管局所有嘅醫院咧，都已經真係個家庭咁唔好彩經歷呢啲事嘅話咧，係可以同佢哋攞一張同意書去填咗，就可以去領翻呢個膝胎嘅組織。去做往後嘅等同殯葬嘅一啲嘅服務嘅，咁呢個就係醫管局嘅情況。咁當然事隔幾年，亦都有唔同嘅組織嘅推動底下咧，而家喺唔同嘅墳場啊或者唔同嘅機構咧，都可以安排到呢啲膝胎嘅類似殯葬啊或者火化嘅服務。咁呢一個當然個社會一路嘅推進，亦都而家最新嘅指引咧，就係其實衛生署都已經出咗噶啦，就係所有私家醫院都可以做同一樣嘅嘢嘅。咁即係話咧，而家真係好唔好彩嘅話，如果有任何嘅家庭要經歷呢啲事咧，其實膝胎呢個狀況咧係家庭只要出聲嘅話咧，係可以領翻個死胎咧去做往後嘅服務，令到佢哋嗰個哀傷得到解脫，即係其中一個解脫。咁好啦，咁點解我話仲有第三部分就係天主教教區究竟做緊啲咩嘢？喺醫院裏面做啲咩可以幫到啲病人咧咁？因為其實你可以想象一個家庭，就算我哋正話我聽到 Molly 講，而家爭取緊爸爸可以陪住個媽媽去生產呢個膝胎出嚟嗰個流程，其實個母親當然係最痛苦，同樣地爸爸又好，成個家庭又好，都經歷緊一個好大嘅哀傷同痛楚。佢哋仲有冇咁嘅心思去記住點樣去攞翻個膝胎啊？有張 form 要填啊，嗰啲咁樣樣咧，其實好困難嘅一件事。咁亦都病房，你可以聽到正話個數字，一年先至就係全香港平均每1000個生產嘅 BB 裏面先得個2-3個有咁嘅狀況。啲醫護人員都就算佢哋幾有心都好，都未必真係經歷過或者見識過，知道有呢個服務。咁佢哋你要求佢哋期望佢哋每一個都會提翻家人嘅話咧，可能有少少難度。咁所以咧，天主教教區咧就喺差唔多全部嘅公立醫院裏面咧，亦都喺某啲嘅私家醫院裏面咧，就有一個服務嘅。如果唔介意嘅話咧，我而家就 share 我一個 screen 俾大家睇下，大家睇唔睇到咧？睇到。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呢個叫做天主教教區嘅醫院牧靈委員會。
睇先睇上面呢部分咧，成個醫院牧靈個目標咧，當然呢個就唔係淨係照顧膝胎服務嘅，就係透過醫院牧靈服務咧，我哋希望為病人家屬，甚至係醫院員工嗱，醫院員工幫咗病人之後，其實都係一個會經歷咗一啲嘅 trauma，我哋叫佢哋雖然係支援住個病人，好專業地支援病人，但係佢哋照顧完之後，佢自己個心靈嘅創傷都喺度嘅。我哋其實係對醫院員工都需要照顧。咁所以呢一個委員會裏面嘅牧靈服務咧，就係為病人咧、家屬同醫院員工提供呢個心靈關顧或啲嘅宗教服務。但係要記住，唔係淨係為天主教服務，佢係跨宗教喎，因為裡面嗰個照顧同嗰個關顧牧靈關顧咧係跨宗教嘅。而一陣間我會講多少少，就係嗰個員工嘅培訓咧，其實同基督教、天主教，甚至而家有佛教嘅朋友咧，都一齊上嘅。咁所以嗰個培訓咧係跨宗教嘅一個服務。咁而家公立醫院嚟計咧，就有30幾間醫院咧，都已經設立咗牧靈部，我哋有全職嘅人員喺裏面工作，亦都有為一啲需要人士服務。私家醫院就個別私家醫院啦，就唔係每一間都有啦。咁或者喺呢度我將呢個 website 我拉落去俾大家睇多少少啲。咁裏面當然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透過探訪，就令到我哋可以真係聆聽到病人嘅心靈嘅幫嘅困難。咁喺個分享裏面咧，就做一個同路人陪伴佢。咁如果喺天主教裏面或者基督宗教裏面，我哋講馬竇福音就講過就係、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你對我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做的，就是對我做的。咁呢個就係即係起碼喺基督宗教裏面，我哋希望用一個照顧人嘅心態、陪伴嘅心態，做一個聆聽者嘅心態，去能夠真係可以陪伴呢啲嘅家庭。咁所以我哋醫院牧靈部咧喺呢啲叫香港差唔多公立醫院嘅急症醫院裏面咧，都有我哋嘅部門㗎啦。而家全香港即係急症醫院都係10幾間啫。咁而急症醫院裏面咧，全部都有牧靈部。咁而我哋牧靈部嘅同事咧，亦都不停喺醫院裏面做一啲嘅推廣，令到喺醫院裏面嘅病房都會知道有佢哋嘅存在。咁因為有佢哋存在嘅時候，咁佢病房裏面有病人有需要嘅話咧，佢哋就會通知佢哋去做呢個探訪。而佢哋去做探訪嘅時候咧，就會希望做陪伴咧，唔單止話聆聽嗰啲咁樣嘅嘢，而係甚至有一啲嘅步驟，佢哋會陪伴住佢去做。就好似我正話講啦，如果一個家庭佢真係咁唔好彩要經歷膝胎有咁嘅狀況嘅話，咁要填嗰張 form 好似咁講，佢真係未必記得㗎喎。咁但係我哋呢啲同事咧，就會幫佢哋去打點呢啲嘅嘢，去提醒佢哋。即係當然佢哋冇辦法代佢做，但係陪伴住佢哋，令到佢哋喺一個哀傷嘅狀態底下咧，都唔會話哎呀，我就要記住呢樣記住嗰樣咁樣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一個即係天主教喺醫院裏面嘅一個工作嚟。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咧，呢個委員會仲做緊一樣嘢嘅，就係我哋喺醫院裏面咧，亦都支援翻啲醫護人員嘅醫生啦、護士啦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咁所以喺呢一樣嘢上面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幫得到醫護人員咧，佢哋能夠了解到究竟點樣可以幫得到啲病人咧？因為其實醫生真心話能力有限，就算我正話講中大嗰個睇咗20年嘅報告都好，佢都係講緊醫生點樣去嘗試防止呢件事發生。真係發生咗之後，醫生能夠做啲乜呢？其實真係唔係做到好多嘢。一個護士佢就算陪伴住都好，佢都要交更俾下一間㗎嘛。咁佢點樣陪伴個病人呢？咁所以呢一個喺我哋個培訓課程裏面，我哋就令到個病人家屬知道，咦，除咗醫生護士之外，仲有嗰個心靈嘅需要係原來可以有一個依靠。咁所以點解我哋係做好多呢啲咁樣嘅工作？咁呢度咧，我或者俾大家再睇多少少關於我哋呢個委員會嘅一啲嘅工作。好嗱，當然我哋就有我哋嘅 publication 啦，我哋有一份叫心窗嘅，咁就介紹翻我哋唔同嘅服務。咁但係呢度咧，我特別想介紹3樣嘢添嘅，就係CPE 就係叫 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咁呢個咧就
就唔係天主教獨有嘅嘢嚟嘅，係跨宗教嘅，好似我正咁講。咁只不過我哋呢個委員會，我哋又幫手營運呢啲咁嘅 CPE 課程。咁而上咗呢啲 CPE 課程咧，就可以直情去做呢啲嘅心靈關顧嘅牧靈嘅員工嘅，無論係基督教好、天主教好，都會係即係需要呢個咁樣嘅 qualifications。而今天嚟講，醫管局咧亦都唔會是但俾你一啲人入去照顧病嘅，因為照顧病你都要有啲即係證實你有呢個能力㗎咁。咁所以咧呢一個 CPE 課程咧，其實係open to all 嘅，任何市民即係如果覺得自己有呢個時間去想幫手照顧病人，甚至有個心想做一次全職員工去幫照顧病人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報讀呢個 CPE 嘅培訓課程嘅。咁當然啦，咁其實呢個社會好多人我未必真係想全職做牧靈工作噶嘛，咁點咧？其實更加需要嘅咧係一啲牧靈探訪義工。大家可以想象，牧靈探訪係一個需要花時間嘅。你聆聽我每日，哎呀，我望下隻錶，我得5分鐘嘅咋？你講完5分鐘，我去照顧下一個病，真係好難咁樣。呢個醫生睇街症就可能有少少咁樣嘅情況發生。但係你做一個聆聽者，你真係可能要等佢個哀傷，等佢要講嘅嘢講晒，你甚至要俾適當嘅回應去照顧佢嘅感受，你先可以去照顧下一個病人。所以其實人數真係唔夠嘅，永遠都唔會夠嘅呢樣嘢。咁所以我哋希望多啲人可以參加呢個義工嘅證書嘅課程咧，就可以幫手去照顧呢啲病人。當然唔一個都可以做得到一個聆聽嘅部分，因為嗰個部分咧其實係唔容易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做呢啲工作咧係有個 spiritual burnout 嘅，係會個照顧者自己都有機會好辛苦。咁所以我哋一定需要令到個照顧者都有辦法去解脫自己嘅一啲嘅 burnout。咁所以一個義工嚟講咧，佢唔能夠做得到一個全職員工嘅工作，但係佢可以幫到好多。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多啲人能夠參與。而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希望咧，藉著呢啲義工啦，或者呢啲我哋嘅牧靈員工咧，係可以同喺社區上面嘅其他工作，例如正話 Molly 提到嗰啲，或者華永會提供嘅服務，佢哋有個聯繫之後咧，就可以我哋希望提到成個即係成個 journey，佢哋要經歷嘅一個過程，都有唔同嘅照顧者去照顧得到。咁所以呢一方面喺呢度，如果大家乜都唔記得我正話講嘅嘢嘅話咧，咁唔好彩有家人經歷呢樣嘢，而當然第一步就係一定係醫院發生嘅話咧，乜都唔使記住，淨係記住就係揾牧靈員工。無論係天主教好、佛教好、基督教好，因為有唔同宗教而家都喺公立醫院裏面有噶啦。總之你就同病房裏面嘅護士又好講，就話我想揾牧靈嘅支援，咁佢哋就會通知即係幫你去揾呢啲嘅牧靈嘅服務者出嚟，咁咧就可以去幫你手去即係有人陪伴你去經歷呢一個咁嘅階段。咁呢個就大概介紹即係醫院牧靈方面啦。咁亦都即係希望大家即係聽眾或者收睇緊呢個 live 嘅朋友，你哋自己咁唔好彩經歷又好，身邊度有機會經歷又好嘅話，就好似我咁講，如果有能力嘅參與嘅幫到人嘅，我哋好歡迎你嘅參與。如果你哋自己覺得淨係記住咗呢件事，真係咁唔好彩，身邊有朋友有親人經歷嘅話，提佢哋喺病房度話要揾牧靈嘅員工幫手嘅話，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去支援佢哋。咁或者我今日講嘅暫時係咁多先。好啊，多謝晒阿 Kenneth 啊，咁咧就頭先阿 Kenneth 都從唔同嘅角度啦就講翻醫療上面可以我哋點樣去個配套啦，亦都有一啲數字啊，亦都澄清嘅一啲近後誤啊咁樣。我記得我哋即係彩排嗰陣時候咧，都有一點都好重要喎，都想問一問翻阿 Kenneth 講翻其實個雖然而家個遺體可以攞翻嘅時候咧係要有啲手續啦，但係有時都可能真係我哋醫療嘅人員都相對比較忙啊。你上次都有提及一樣嘢，就係話有一啲嘢咧，嗰個失胎嘅父母咧，天使父母，佢可能都要記得去同醫療人員要有一啲嘅即係要求嘅喎。嗰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啊，已經好彩你提一提，真係唔該晒。呢樣嘢亦都係另一樣好緊要嘅，就係咧，因為嗰個失胎咧，即係好似之前咁講咧，會好唔好彩會當係一個醫療廢物嘅。咁亦都唔係每一個家庭都希望面對之後嘅殯葬或者一個處理嘅嗰方面嘅工序。
咁所以咧，喺醫院嚟講咧，嗰、個每一日嘅 standard procedure 咧，一個程序上嘅工作咧，就會係將嗰個膝胎咧當係一個醫療廢物咁去處理。咁通常嚟講咧，就即日或者第二日咧就已經會係處理咗，就會抌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係家庭嘅話，真係咁唔好再經歷呢件事咧，最緊要第一時間咧就係話想留翻嗰個膝胎。咁咧就令到醫院就算之後嘅步驟未知點處理都好啦，或者好似正話咁講，揾啲同路人去幫手去陪伴住去處理都好啦，起碼嗰個膝蓋足仲喺度，唔會之後唔知點樣揾翻返嚟。係啊，呢個即係好重要啊，因為我哋都有啲嘅服務使用者喺呢個部分咧，都遺失咗嗰陣時候咧，都即係當時佢啲情緒都會比較大，未必可以自己諗得咁清楚。但係當佢回頭一想嗰陣時候咧，已經可能都冇乜機會再攞翻啦。咁呢個都會造成幾大嘅遺憾。亦都上次阿 Kenneth 都好好都提翻話可能喺醫護界嗰度都提醒翻佢哋可能都喺呢個部分嗰度主動啲啦，就都提醒翻問一問啦，佢哋有冇呢個咁嘅需要啊？咁樣咁就可以即係喺呢個罅隙嘅裏邊咧，可以填補得更加理想啦嚇。咁我諗呢一部分都好好噶，Kenneth 都喺翻醫療界嘅角度咧，都讓我哋咧認識多少少喺你哋嘅角度嘅困難喺邊度啦，大家可以個服務點樣去協調啦，又或者未嚟到去殯葬或者去社區服務嗰陣時候咧，其實喺醫院裏邊咧都有一啲嘅服務其實可以支援咗先嘅嚇，都可以一啲方面可以 back up 得更加好啦，支援得更加好。咁好多謝四位先，咁但係轉眼咧，咁大家四位都講咗大家一啲喺你哋嘅經驗裏邊，喺你哋嗰個服務嘅裏邊一啲嘅資訊啦嚇，咁或者心得啦。咁之後落嚟咧，我哋即係每一次嘅打開天窗說生死咧，都會有個時間俾我哋自己嘅嘉賓去代表自己又好，代表你哋機構又好，或者代表一啲嘅即係你哋自己嗰個嘅經歷嚇，咁咧都會講一啲一啲分享啦嚇，同大家講下啲談生論死，睇下自己嘅人生觀啊，或者對於一個生死教育嘅睇法啊等等嘅，咁或者喺呢個時間裏邊咧，都交俾大家睇下會唔會有一啲都大家可以分享到嘅，或者阿 Louis 你有啲咩嘅睇法啊？我諗即係將心比己啦，好多嘢都係話從心出發。我相信即係幾位無論喺醫療方面啦，喺安寧服務啊各方面都係即係睇下點樣將個心拎出嚟去做啦。因為譬如話以我哋華永會嚟講，我哋係一個非牟利機構。咁但係係咪牟利呢個完全不重要嘅，對我哋嚟講，最緊要就係點樣可以服務到個社會啊。咁我哋更加因為冇一個宗教嘅特別背景啦，咁所以希望能夠各方面都能夠盡量去補足。但係如果有宗教背景嘅朋友過嚟，我哋事實上喺我哋靈興園裏邊咧，我哋最初推出咧，我哋都同埋有一啲嘅宗教背景嘅團體去合作，因為變咗嚟講，如果佢哋需要一啲心靈上嘅慰藉，係而我哋同時因為只喺服務方面未必能夠更全面咁去配套得到嘅話咧，我哋都鼓勵佢哋去 join 一啲嘅團體啊咁樣樣，或者提供一啲嘅聯絡點俾佢哋嘅。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我諗係任何服務方面都係，社會服務都係一定要從心出發啦呢一樣嘢。咁而喺生死方面，即係其實就算好似我自己個堂細妹咁樣樣，佢都經歷過失胎，佢好唔開心嘅。咁嗰陣時我都未加入華永會。咁其實但係嗰種哀傷之情係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啦，如果有啲嘢已經發生咗，一定要係面對。咁亦都係一個家庭嘅凝聚咧，大家嘅支援係好重要。所以亦都係點解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一個孝善同埋個家庭倫理嗰個融合啦嚇。除咗宗教信仰係一個好好嘅 backup，如果有嘅話，咁但係其他嚟講，家庭朋輩嗰邊嗰個支援亦都係好重要嘅。所以嚟講，應該喺冇事發生嗰陣時，或者係就算喺平常心嗰陣時咧，都應該盡量去維繫一個好嘅家庭傳統，一個維繫呢個理念咧，絕對係到時如果喺任何一個方面出現咗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做到支援。就算話有少少撇除咗今次講係失胎呢件事情啦，
我哋做生命教育方面，特別係針對係小朋友方面啦、年青人方面啦。因為坦白講，就算係過往幾年喺疫情期間咧、lockdown 期間咧，好多學生者當佢面對嗰個困境啊，真係當時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唔開心嘅事情發生，有啲即係年青人去輕生咗。其實我哋即係一個都嫌多㗎啊，所以嚟講咧，我哋希望就唔係做份殯葬呢一樣嘢，而係喺一個生命教育裏邊。所以我哋每年起碼都有2、3千萬拎出嚟，去希望去贊助一啲嘅生命教育嘅工作。咁其實全部都係佔咗7、8成都係生命教育為主嘅啊。咁所以嚟講呢個係一個長遠咁，但係唔係淨係我哋去做，我好鼓勵其他背景嘅有唔同背景嘅團體都一齊去做，更加希望大家能夠互相合作。咁呢個係我哋嘅願景嚟嘅。咁啊，好多謝 Louis 啊，華永會係一個好好嘅生命嘅教育嘅後盾啊，因為好多多謝好多嘅捐助都係嚟自你哋嗰度。咁我諗喺大家喺唔同嘅崗位裏邊咧，都有唔同大家嘅服務嗰個嘅即係重要性喺度啊嚇。咁可能有啲係即係背後嘅即係資金嘅支援啦，亦都喺我哋前線嘅同事，大家去點樣去努力去做一個好有溫度嘅服務啦嚇。講到溫度嘅服務，一定係同阿 Moni 講翻啦。你哋都即係之前都講好重視呢個部分。喺你嘅角度嚟講，你又點睇生死啊，或者有關嘅服務咧？頭先一度聽兩位分享嘅時候咧，我有一個體會啊，就係其實係對於一啲可能晚期病患啦，或者照顧者或者喪親者嚟講咧，社會服務嗰個接觸點喺邊度係好重要。因為好似頭先 Kelly 講到就係話係失胎咧，其實冇得之前準備定，即係我唔知道嘅。然後我第一件事一去到醫院，我先知道自己有呢件事，所以醫院係接觸點。又例如一啲可能係突然死亡嘅個案咧，接觸點係喺公眾殮房。咁所以我哋而家要反思嘅就係，當我哋想提供一啲服務嘅時候，點樣可以喺一啲有效嘅接觸點提供到相關嘅資訊。咁講翻失胎嘅情況咧，頭先一度聽嘅時候，我覺得可唔可以有一個做法就係，我好認同，我以前都喺醫院做嘅，喺病房裏面咧係非常之 busy 嘅，即係要去應付日常工作咧，已經係啱啱好，連廁所都冇得去啊。咁要去記一啲可能唔係常常出現嘅一啲個案情況嘅支援咧，係好難嘅。咁我就諗緊可唔可以由我哋去幫手做一啲 Q 卡？嗰啲 Q 卡就係好似一張好簡單嘅卡，可能就係問翻假設啦，有一個人係面對失胎嘅時候，我哋遞俾佢嗰張卡上面，可能有一啲簡單嘅 psycho education 啦，又或者可能你有冇以下嘅需要啊？譬如頭先講到話有冇一啲牧靈部支援嘅需要啊？有冇社區一啲需要啊？可能身體症狀一啲去諮詢嘅需要啊？咁佢可以喺上面可能簡單睇完，甚至乎佢嘅家人幫佢睇一睇。咁睇完之後，後面都有一啲相關嘅資訊分享翻，去揾邊度幫手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喺嗰個嘅接觸點可以有效咁樣去傳遞到個資訊，好重要咁樣咯。咁當然呢樣可以喺醫院做啦，甚至乎可能我哋社福機構幫手做都冇所謂。最希望就係以一個最直接簡單嘅方法 reach up 到一啲有效嘅一啲服務嘅團體，咁我就覺得會好啲咁。咁講多一個頭先話對生死點睇啊嘛，即係 Grace 啊。我一開始準備呢一個 sharing 嘅時候咧，就諗起我爸爸媽媽啦咁樣，佢兩個就18、19年嘅過咗身噶啦。咁我每一次講 talk 嘅時候都記起佢哋，我就會問會眾啦，就話佢哋過咗身啦，你前幾年，咁但係我仲係咪佢個女咧？咁樣，咁全部人都岌頭，係啦，就算佢哋去到邊，我都仍然係佢個女嚟嘅，係啦，呢個係佢哋我個爸媽仍然係唔會改變，有一種嘅聯繫係講緊嗰樣嘢係持續性嘅，唔會因為佢哋喺個身體情況完結咗之後咧，個關係會停止。咁所以我估喺呢度可能在座有啲係真係面對過失胎嘅父母啦，或者一啲朋友喪親啦，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其實生命係會完結嘅。呢個係我哋生命身體嘅限制，但係其實關係係唔會完結嘅。只要我哋一日都掛住自己重視嘅人咧，其實佢都仲仍然喺我哋心裏面生活緊咯。係啊，呢個真係我諗都好多人喺呢個疫情嘅裏邊都好多親朋咧都去世嘅嚇，即係我自己本身媽媽都喺嗰段時間過身。
咁即係都幾即係嗰個連續嘅愛咧，其實唔會因為死亡而終止啦嚇。咁同樣地，亦都唔係因為個胎兒未出咗生，就等於佢哋唔係父母嘅嚇。咁當然有啲人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理解啦嚇。咁如果當自己都係覺得係自己嘅父母，而對另外一啲人覺得唔認同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一啲壓抑嘅悲傷嚟嘅。即係展示唔到嘅悲傷嚟㗎嚇，咁都係好可惜嘅一件事嗱。咁希望大家都對呢個死亡啦，對於別人點樣睇嗰個死亡都多一份尊重同埋理解咧，咁啊容易過渡好多，亦都俾對方有一個好好嘅支持啊嚇。咁啊，或者最後阿 Kenneth 啊，你又有啲咩睇法啦？多謝你。我諗有一樣就我希望推動得到嘅，即係我自己喺醫院度，大家可能對私家醫院有個睇法，就係話有錢人去嘅地方啊，跟住手術好昂貴啊，誒、最好個病人喺度使好多錢就醫院就好開心。我諗有一樣嘢咧，大家可能會了解下，其實營運醫院咧有一樣嘢我哋冇辦法唔面對嘅就係死亡。咁而其實今天嚟講，好多好多病人嘅死亡都係同一啲慢性病有關嘅，例如癌症。咁我哋喺我哋醫院開展緊，亦都我知道好多唔同嘅醫院都有做，公立醫院亦都有做，就係一啲真係叫做舒緩服務，我哋英文 palliative care。以前咧就嗰個名咧就即係其實個名都有些少嘅叫做一路嘅演變嘅。以前就好即係比較聽落驚啲嘅就叫 hospice care 或者嗰啲領養服務。咁有一聽就哎呀死啦！我唔喺度臨死咧，我唔接受嗰啲服務。咁但係而家點解會有咁嘅演變咧？就係其實大家開始就好似正話我哋咁講，死亡係終於都要面對嘅嘢。尤其是如果係一啲比較複雜或者比較難醫嘅癌症，咁就算幾努力去同佢搏鬥都好，都有終結嘅一日。係咪真係令個生命終結得早咗，或者終結早咗幾多呢？冇人能夠講嘅。但係肯定一樣嘢呢，就係終結嗰個過程裏面呢，一定係比一個突發性嘅死亡嚟得辛苦。咁點樣令到呢一個過程比較好過啲呢？咁亦都係唔單止個病人自己，亦都係同家人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嗰個成個舒緩嘅服務，除咗係痛楚啊、情緒啊，甚至又係正話咁講一啲嘅陪伴，可以真真正正令到個病人可以喺呢一方面有多啲嘅照顧，同佢家人有多啲嘅支援。第二樣嘢咧，亦都係即係我諗好多做醫院牧靈嘅同工嘅一個心願咧，就係希望香港都有一個終於會有一個醫院牧靈嘅認證嘅機構。因為而家譬如話即係好了解嘅醫管局，佢哋希望入嚟做嘅員工咧都有一定嘅 qualifications，即係你都唔希望有個傻傻地嘅入到去個病房度叫做 counsel 嘅病或者陪伴嘅病嘅時候，但係佢亂講嘢㗎嘛，係咪？所以對醫管局或者對好多醫院嚟講，都希望有一個認證，有一個 qualification，知道呢個人真係學過，知道佢真係得嘅，先俾佢入到病房去陪伴病人。咁所以而家我正話講嘅 CPE 課程係其中一挺啦。咁但係而家呢啲 CPE 課程真係認證到嘅課程咧唔多，亦都好多時都要靠外國嘅機構嚟做認證。咁所以嗰個人數嘅數量又唔多之餘咧，亦都個服務提供嘅量同質咧，始終都仲係比一啲發達國家。你香港咁發達嚟講咧，我哋呢方面嘅發展係真係比較落後。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可以發展到有一日可以有個認證機構嘅話，咁嗰個唔單止係話提供到個服務，而係其實都係提升咗點樣照顧病人，全方位照顧病人，一個 holistic care 嘅一個好大步嘅文化上嘅邁進嚟嘅，而唔係就係頭痛醫頭，頭腳痛醫腳，有癌症切咗佢就算數，而真係成個人去照顧。咁身心靈嘅照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即係你當我少少嘅心願。如果即係醫院裏面可以喺舒緩服務方面，大眾接受多啲，醫院又做到多啲，喺醫院牧靈方面，嗰個服務嘅範圍可以再闊啲、再深啲，亦都唔係淨係話某一個宗教，而係真係整間醫院每一個病人都有咩需要嘅時候點樣照顧咧？咁呢一個我哋希望喺香港嚟講可以越嚟越進步。
好啊，我哋都喺唔同嘅崗位裏邊都服務緊我哋嘅對象啊嚇，咁我哋大家都好努力，眾志成城。咁我諗頭先講到有一啲人生觀嘅嘢咧，我諗我都講翻我哋自己做嘅個案裏邊咧，其實因為相對即係失胎嘅人士，通常都廿零至40零歲左右即係附近咧，後生嘅相對都唔少嘅。咁其實第一個失胎呢個打擊咧，都係一個可能人生裏邊，如果你係人生嘅順利組咧，都係一個好龐大嘅一個即係打擊，人生一個打擊嚟嘅嚇，自己嘅親兒去世啦。咁喺我哋即係自己嘅個案入邊咧，其實都唔少對自己嘅人生失去掌控感嘅。其實過去好似靠努力可以改變好多嘅嘢，但係一面對生死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束手無策嘅嚇。咁喺嗰度咧，即係失晒一啲嘅人生嘅方向同埋掌控嘅感覺，甚至好似頭先話齋，即係華永會Louis 講話，其實你哋好好啊，你嘅服務係服務唔同嘅即係宗教啊，係咪？咁佢哋有時有宗教嘅好處，亦都係可以支援到佢哋嘅身心靈啦。但係同樣地咧，呢個死亡咧係令到佢哋對佢嘅宗教有好大嘅衝擊㗎。佢哋會覺得，why 點解我個神或者我嘅即係信仰係唔可以支持到我哋咧？咁樣都發覺我哋都會無論人生同埋喺信仰成個支柱咧係崩潰咗嘅，其實咁要重整咧，其實亦都唔容易嘅。不過我哋真係好多謝我哋個案嘅信任咧，嚟到我哋當中咧，無論可能失胎都會引致自我嘅一啲即係價值啊、身份認同嘅即係破壞啦，可能引致一啲婚姻關係啊，或者性關係啊，甚至人際關係嘅破壞嘅時候咧，咁佢哋會嚟揾我哋去幫手。咁亦都好多謝我哋唔同嘅合作嘅伙伴咧，就即係知道我哋有呢個服務啦，明愛即係相對喺輔導嘅服務嗰度都多謝大家得到大家嘅認同啦嚇，咁嚟到嘅成效都係唔錯嘅，跟真唔需要即係將即係沉溺喺個哀傷或者好多糾結裏邊太耐啦，其實會影響自己嘅身體啦、心理嘅狀況啦，亦都影響咧家庭關係同埋婚姻關係嘅好多時都會有一啲嘅個案，如果處理唔到係會離婚啊。咁我諗喺呢個部分都喺度買個白啦嚇。咁我諗有啲係喺醫療系統嗰部分，可以係大家係點樣去處理啦嚇。醫護界或者牧靈嗰部分又去到如果真係不幸遇到一啲嘅失胎嘅時候處理喪事嘅情況點樣去跟進啦？有一個好好嘅華永會咁其他嘅機構都有好好嘅一啲嘅殯葬嘅服務俾到佢哋有個心靈嘅安慰啦，係一啲儀式對佢哋嚟講都係好重要㗎。咁去到社區嗰度咧，都有我哋同埋阿 Moni 啦佢哋聖象頭嗰邊啦，同埋香港嘅即係嗰個嘅服務啦咁樣。咁希望大家都盡力成成，我都唔單止我哋4位嘅。可能喺我哋唔同嘅界別裏邊咧，大家都有一個一致嘅諗法嘅時候咧，希望個服務會更加好，俾我哋咧一啲我哋嘅受眾咧有更有溫度嘅服務令到佢哋咧可以生活更加好、更加正向嗬，係咪咁嚟到呢度咧就我諗都多謝大家4位嘅即係3位嘅分享啦。咁我相信咧喺成個過程裏邊咧，大家對醫療嗰個系統入邊點樣有啲有效嘅措施會明白多咗啦。咁同埋好多謝 Kenneth 你俾我哋都多咗了解咧 medical 即係醫療界嘅醫護嘅人員，其實好多時都會好多申訴咁樣係咪？咁咧但係咧就好好咁樣都解説翻有啲可能有啲你哋嘅困難啦或者有啲嘅誤解。咁另外咧亦都知多好多即係殯葬嗰方面唔係淨係一個服務，而係會係有好個好深遠嘅一啲嘅理念咁樣咁另外就係阿 Moni 嗰部分嘅社區活動同埋我哋嘅部分啦咁就希望大家咧對呢個話題咧都可以我哋好似個活動名咁打開天窗說生死有時咧就真係可以開放啲去討論，好過咧收埋咧，其實就會容易有好多抑鬱誤解咧就會出現咗嘅。咁亦都係因為我哋呢個原因，我哋會有呢個咁嘅活動啦咁希望咧，如果大家有啲嘅親友，有啲嘅服務需要服務嘅人士，佢有呢一個嘅需要嘅時候咧，希望可以轉介我哋唔同嘅服務咧俾佢哋啦